位香港朋友，你哋好，我係鍾建華。呢段片咧係呼籲大家積極參與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第6次嘅民意調查項目。過往咧，我哋已經進行咗5次嘅民調噶啦。頭3次嘅民調結果咧已經公布咗，第4次嘅民調結果咧好快就會公布，而第5次嘅民調咧亦都啱啱完成咗。咁咧就我哋好快會進入呢個資料分析同埋數據整理工作。咁我哋嘅工作咧就真係要有賴大家支持咧，先至會有成效嘅啊！我哋希望過去幾次嘅民調結果啦，都能夠俾香港人表達一啲對香港人關心嘅議題嘅意見，讓大家知道呢啲意見，亦都延續過去我哋做開嘅民意調查，令到啲數據咧唔好中斷。咁所以咧，大家嘅參與咧仍然都係相當之重要嘅啊！我哋過去嘅幾次民調咧，確實遇到過一啲干擾，亦都遇到嗰啲問題。咁呢個大家都應該想像到噶啦啊！咁但係咧，我哋嘅團隊咧好努力，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咁解決。咁基本上咧，幾次嘅民調結果咧都能夠順利咁發表。我哋相信第4同第5次民調結果咧，亦都可以順利咁發表嘅啊！咁往後做落去，大家係咪可以繼續多啲支持咧？呢個對我哋以後嘅發展好重要，亦都希望咧係透過更多海內外嘅香港嘅朋友嘅參與啦，令到我哋嘅調查結果咧係更有參考意義。大家知道呢個海內外嘅民意研究計劃咧，基本上就唔能夠做一個抽樣嘅，咁一定要靠大家主動參與。呢種調查方式咧，如果大家能夠積極參與，人數越多嘅話咧，數據嘅説明能力就會越強。咁所以咧，我哋好高興，我哋有幾千人咧已經登記咗做我哋嘅意見群組嘅成員。我哋希望咧更多人能夠成為我哋意見群組嘅成員。希望大家積極考慮支持第6次嘅民調，好快就會展開噶啦。咁我相信咧，我哋都會跟過往一樣，登記咗嘅朋友咧就會透過你哋嘅登記電郵咧，係會得到我哋一個通知。你個通知電郵裏邊咧，根據嗰條 link click 入去啦，跟住作答嘅話咧就已經完成噶啦。作答完之後離開啦，咁你所有嘅個人資料，包括你嘅 IP address 都係會完全隱藏噶。咁我哋過去幾輪嘅調查咧，亦都完全冇任何跡象作答嘅朋友嘅資料係受到不合理嘅干擾同埋公佈啊！所以希望大家對我哋有信心。我嘅團隊咧係好重視呢一方面嘅啊。咁所以大家盡快登記，未登記嘅就盡快登記。登記咗嘅話咧，就希望留意嘅電郵。咁你哋只要根據電郵嗰條 link click 入去作答，答完之後離開，咁你個人資料咧就會同你嘅答案咧完全分開。第6次嘅民意調查咧，主要嘅焦點咧講到大中華地區，包括大陸、香港、台灣各方面嘅問題同埋公共行政啊。咁咧希望咧就可以對一啲過往我哋做開嘅民調，但係咧而家做唔到嘅咧，能夠產生個延續嘅作用啊。咁所以希望大家踴躍支持。大家支持咧，對於我哋呢個民意研究計劃嘅成敗咧，係有關鍵性嘅影響嘅。我哋保證各位提供嘅資料咧係絕對保密，我哋亦都會將你哋嘅資料同個答案咧係完全分開。希望大家踴躍參與支持第6次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多謝大家。